Hello，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我巴打嘅頻道。前嗰排呢，咁我就特登走咗去澳門一轉啦，目的就係去澳門銀河嗰度睇咗一場非常之精彩嘅個人演唱會。冇錯啦，就係我上一條片所講嘅小龍女龍婷嘅旅程巡迴音樂會澳門站。講真啦，嗰個晚嘅氣氛呢就非常之 high 嘅。睇住龍婷呢喺台上面又唱又跳，仲挑戰埋嗰80年代嘅 disco 快歌，成個場嘅觀眾呢都係俾佢搞到起晒身。睇完呢一場 show 之後呢，喺我揸車返香港嘅時間，唔知點解心裏面呢突然間湧起咗好大嘅感觸。大家如果有留意到樂壇嘅話呢，又或者本身都係中意聽翻一啲懷舊嘅金曲，咁一定會呢就知道致敬或者係模仿鄧麗君小姐嘅歌手呢，其實喺華語樂壇裏面呢，真係講得係多不勝數嘅。由以前到而家，幾多實力派嘅女歌手都係翻唱鄧麗君小姐嘅歌曲出身嘅呢。但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到一個現象呢？就係話好多模仿者之中呢，一係就紅極一時，但係就無以為繼；一係就呢，只係喺特別嘅小圈子裏面，好似話專注喺個發燒音樂碟裏面呢，係圍爐取暖。但唯獨是就係呢位小龍女龍婷呢，由當初佢喺旺角西洋菜街嗰度默默耕耘，到係攞到央視嗰個星光大道嘅總冠軍，再到 TVB 中年好聲音嗰度爆紅啦，直至到今日去到各地啦，世界各地嘅巡迴演唱會，佢唔單止冇過氣，反而就越嚟越紅，越嚟越受歡迎添。個粉絲層面就越嚟越廣。究竟係憑啲乜嘢呢？通街都係小鄧麗君啦，點解偏偏就係龍婷可以打破呢個模仿者嘅宿命，由街頭唱到入紅館，唱到去澳門呢啲大舞台呢？今日呢條片呢，我就想用最客觀嘅事實同大家用數據啦，同大家分析一下背後嘅原因。龍婷嘅今日嘅成功呢，絕對唔係靠一個符碌，更加唔係靠僥倖嘅。佢今日得到嘅一切呢，真係4個字形容就最啱，就係實至名歸。要分析龍婷點解可以脫穎而出，我哋呢就一定要放眼睇下嗰個致敬鄧麗君呢一條賽道。喺呢個領域入面呢，有4位仁兄呢，佢哋嘅份量係舉足輕重嘅，大家我諗一定會聽過嘅。我哋就一齊睇下，咁佢哋個背景係乜嘢，同埋佢哋近期嘅發展係點樣啦。首先第一位嘅就係被鄧麗君家人呢都一致認可，封為最正宗傳承嘅陳佳。陳佳呢係典型嘅學院派嚟嘅。佢個音樂造詣都非常之犀利吓，佢個鋼琴呢就考到最高級。對於鄧麗君嘅咬字啊、發音個研究啊，做到出神入化。而佢唱出嚟嘅聲調啦，嗰個精緻度呢，就好似一張 CD 咁樣。佢個近況係點樣呢？嚟到呢就係2026年啦。咁正值呢就係鄧麗君小姐逝世30週年啦。陳佳其實就非常咁忙㗎喎。佢好似今年呢搞咗個但願人長久全球巡迴演唱會啦。幾個月之前呢先至去完北美，喺紐約同埋呢休斯頓嗰度開 show。而家嚟到7月份啦，又返內地嗰度，喺廣州嘅中山紀念堂嗰度開緊專場。佢個定位好清晰嘅，專攻高端嘅黑膠發燒碟市場啦，同埋一啲傳統大劇院嘅巡迴演唱會，走高雅藝術嘅路線。第二位啦，就係當年喺中國好聲音裏面一戰成名，震驚全華人圈子裏面嘅泰國女歌手朗格拉姆。佢背景係咩嚟嘅呢？佢最神奇嘅地方就係佢身為泰國人啊，細個從未學過中文，但居然就能夠可以完美咁複製鄧麗君小姐嘅神韻同埋歌聲。當時好多人都話佢係一個鄧麗君轉世嚟添。佢個近況呢就話，不過喺呢幾年裏面啦，朗格拉姆嘅消息就明顯係減少咗好多。喺2026年佢嘅近況。雖然偶爾都會喺一啲東南亞地區啊，或者一啲小型嘅致敬晚會嗰度露面嘅，但係由於後續冇乜嘢自己嘅新作品，所以喺新媒體嗰度就更加就慢慢咁緩放，演藝事業就有啲進入嗰個樽頸期啦。
咁好似俾人覺得佢咧就係慢慢淡出咗一個主流嘅視線。第三位咧就係嚟自咧係廣東嘅實力派歌手鍾維。鍾維咧佢有好濃郁啦、好溫柔嘅中低音。佢好早嘅時間咧已經喺南方嗰度發展佢嗰個我哋所講嘅 Hi-Fi 碟嗰個事業㗎啦。嗱，佢推出咗好多隻咧係低銷量但係咧又嗰個質素非常之好嘅 Hi-Fi 測試碟喎。咁專門咧就係唱鄧麗君小姐咧佢嘅歌曲啦，同埋一啲經典嘅老歌。近況就係話，鍾維佢而家咧佢嘅生活咧同埋工作嗰個態度咧非常之穩定嘅。佢依然係各大發燒唱片公司嘅寵兒。佢近日咧主要嘅活動都係喺廣東啦、香港兩地嘅音響展啊，又或者一啲小型嘅音樂會嗰度出現嘅。佢嘅主要舞台咧就係喺啲高質素嘅錄音室裏面，受眾群體咧就非常之固定，就係一班咧對音樂質素有極高要求嘅音樂發燒友。而最後一位啦，就係叫做大韓安妮。呢一位小妹妹啊，當年嚟講咧，佢係年紀輕輕就備受矚目啦。佢咧就係鄧麗君當年嘅御用歌曲大師啊，左宏元親自收嘅徒弟。佢嘅歌聲大氣正統，就非常之適合呢啲大舞台嘅。近況係點咧？大韓安妮咧近年咧就主要咧就係喺嗰個流行音樂同埋嗰個文藝事業上面相發展嘅。除咗係繼續參與呢一啲大型嘅交響樂團啦嘅合作演出之外咧，佢近年咧仲好熱心做公益，甚至咧就去到咧外國參與一啲學校嘅建設，幫助一啲弱勢社群。佢嘅定位更加偏向於主流嘅正統嘅晚會歌手。聽完咗呢四位實力派歌手嘅背景同埋近況，大家會唔會有個感覺就係話，哇，個個都咁勁，又有巡演嘅經驗啦，又有大師嘅撐腰啦，又有唱片嘅銷量，咁點解你會話唯獨係小龍女龍婷就越嚟越紅，受歡迎嘅程度就越嚟越高嘅呢？網絡時代，我哋唔好淨係睇感覺，我哋要睇嘅就睇數據。粉絲嘅點擊同埋訂閱呢，其實就係最真實嘅選票。如果我哋用橫向個方法係比較幾位歌手喺各大 social media 嘅個數據呢，你會發現龍婷簡直就係超晒班。首先就不如從我哋最熟悉嘅 YouTube 頻道嚟睇一睇啦。你只要咧去 search 一下咧龍婷 Stacey Long 嘅官方頻道，截至目前為止咧，原來已經累積超過咧就係8萬嘅訂閱。最恐怖嘅係乜嘢咧？就話佢個頻道入面竟然咧上傳咗超過3200條嘅影片添。呢個數字代表咗乜嘢咧？就係代表咗佢原來係經年累月風雨無阻，每日都喺度同緊歌迷咁樣分享緊佢嘅音樂。相比之下咧，睇翻陳佳啊，陳佳佢雖然嗰個巡演係多，但係佢個官方音樂頻道嘅訂閱啦，同埋佢影片嘅數量咧，嘅受眾相對嚟講係較為細嘅。朗格拉姆咧近年直頭好少更新佢個頻道添。全球嘅網絡熱度咧流失非常之犀利。如果我哋睇快手啊、抖音咁呢啲內地平台咧，龍婷佢係喺未嚟香港之前，佢曾經參加過個中年好聲音啦。喺之前咧，佢喺內地快手嘅平台咧，就已經係有一個擁有100萬粉絲嘅超級頭部主播。佢以前喺街頭開直播嘅時間咧，喐下咧就有幾十萬人喺同時間喺線上面咧睇緊佢，點擊啊或者係點讚嘅咧係隨便都過百萬。而呢種咁恐怖嘅接地氣流量同埋網絡互動能力咧，係專注喺錄音室嘅鍾維啦，又或者係走高雅文藝嘅大韓安妮咧，係完全冇辦法嚟做比較添。龍婷嘅數據話俾我哋知，佢嘅受歡迎唔係喺某個圈子裏面咧圍爐取暖，而係一個咧橫跨香港、內地以至係全球華人圈裏面嘅立體化嘅傳播現象。睇完咗數據啦，咁又不如等我哋睇一睇咧，係一啲更加深層次嘅原因，就係點解咁多人都唱得好，偏偏係龍婷佢可以越做越大呢？我覺得咧，主要嚟講有3個核心嘅原因。
呢啲就係佢實至名歸嘅本錢。第一就係佢一啲草根性好強，同埋一啲冇人能及嘅一啲職業態度。好多明星爆紅係靠經理人公司咧抌好多嘅錢咧去包裝，又或者係靠網絡嘅熱度咧一夜成名。但係龍庭就唔係啦，佢係真正從風吹雨打入面咧就行出嚟嘅。大家記唔記得以前喺旺角西洋菜街嗰啲畫面啊？即係譬如話喺夏天30幾度啊，又或者係冬天凍到咧鼻水都流埋嘅時間，佢都可以咧一個人帶住一啲簡陋嘅音響啦，一唱就幾個鐘。面對每一個行過嘅路人咧，每一個個打賞咧，佢都係發自內心咁樣去道謝嘅。YouTube 上面嗰3200幾條片咧，唔係一朝一夕咁樣拍出嚟嘅喎，係佢咧用無數咁多個日夜，用無數咁多個汗水咧係積累翻嚟嘅。呢種由咧低層咧慢慢滾打訓練出嚟嘅鋼鐵咁嘅韌力啦，令到佢今日咧面對幾大嘅舞台啦，無論係央視啊，定係電視台裏面嘅大型直播啦，佢都可以輕而易舉從容不迫咁樣咧，從來都唔會話覺得怯場嘅。第二方面就係佢拒絕活喺咧個影子裏面，佢係好勇敢做翻自己。呢點咧就係佢點解會跑贏陳佳啦、朗格拉姆啦，佢哋嘅關鍵嘅地方。好多模仿者咧一生都係活喺鄧麗君小姐嘅影子裏面。應該咁樣講，鄧麗君就係佢哋嘅起點，但可惜啦，亦都成為咗佢哋嘅終點。而龍庭咧，佢係好聰明嘅。佢用咧鄧麗君嘅歌聲去打開大家嘅心扉，但佢並冇因為呢一樣嘢而鎖死住佢自己。喺中年好聲音呢個舞台上面，大家睇到佢唱粵語歌啦，唱快歌，甚至係喺澳門演唱會嗰度咧，大尺度咁樣跳 disco。佢用行動嚟話俾大家知，你哋係嚟緊聽我龍庭嘅歌，而我咁啱係將鄧麗君嘅歌曲唱得好聽啫。呢種從咧模仿者到獨立歌手嘅自我醒覺咧，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同埋係極高嘅適應力。第三就係獨一無二嘅情感陪伴。龍庭同埋歌迷之間嘅關係咧，唔單止係一啲高高在上嘅明星同埋追星族，而係咧零距離嘅陪伴。對於好多中老年嘅歌迷嚟講，又或者中意一啲懷舊老歌嘅朋友嚟講咧，日日上網聽下龍庭嘅歌曲啦，聽下佢同大家講下笑，講下日常。龍庭已經成為咗佢哋咧生活裏面不可或缺嘅一份子，就好似我哋嘅屋企人一樣咁。呢種咁深厚嘅情感連結咧，係你單純去買張 Hi-Fi 唱片，又或者係偶爾咁喺電視嗰啲大型晚會嗰度見到佢嘅表演啦，係唔同㗎。所以咧，一到要買飛支持、要投票嘅時間，龍庭嘅粉絲嗰種凝聚力量真係可以係嚇死你嘅。片睇到嚟呢度咧，大家都應該明白啦。龍庭今日由街頭演唱去到澳門銀河咁大嘅舞台，絕對唔係靠運氣。佢每一步都係行得好紮實，真係真正嘅做到真正嘅實至名歸。真係最後啦，我想分享一下呢，我睇完個 show 之後呢，發自內心嘅一啲個人感想。我覺得支持一個偶像最重要嘅係要去了解佢背後嘅故事，佢付出過嘅努力啦，而絕對唔係咧盲目咁樣去追蹤，又或者係一味跟風嘅。好多人睇到明星表面嘅風光，就覺得佢哋賺錢好似好容易咁樣成名好簡單咁樣。但係如果你唔去深入了解，好似龍庭佢點樣由旺角街頭堅持到咁多年，唔去了解佢背後默默拍咗3200幾條片嘅付出，你就唔會明白佢喺台上面嗰種淡定同埋自信係點樣得翻嚟嘅啦。當我哋能夠睇穿表面嘅光鮮，去欣賞一個藝人內在嘅韌性，
佢嘅職業操守同埋不斷尋求突破嘅勇氣嘅時候，呢一種追星先至係有意義嘅。你又點樣睇啊小龍女龍婷呢幾年嘅蛻變呢？你最鍾意聽佢邊一首歌啊？歡迎喺底下留言話俾我哋知啊！如果鍾意呢啲深層次嘅分析，記得幫我點個讚，訂閱我個頻道啊！仲要分享埋俾你身邊嘅朋友喎。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